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和本圣经在9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得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里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以上。现在请曾正志牧师来讲道。曾牧师是台湾基督教福利会的执行长，要讲到的题目是：我是谁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首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清晨的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仰望你、亲近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因为你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你就呼召我们成为得救之人。恳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成为第一个果子，接续下来因我们的缘故而成为蒙恩得救的百姓。主，求你怜悯这个大地，怜悯这个地方，怜悯我们的百姓，让这个城能够在众教会同心合力之下，能够赢得这城，让这城成为你荣耀的城。所以我们再一次将早上这个敬拜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各位来一起敬拜上帝。迦南教会对我来讲不是很陌生，尤其我跟几位牧师，尤其是我们的郑牧师从在总会1992年开始，在研议一个传教士福利委员这个条例的时候，就成为很好的同工，而从他很多的经验当中，给我很多的启示跟教导。这次我也非常感谢教会，能够让基督教福利会所在推动的志工的训练、志工的运动，能够在我们的教会来施训。我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不敢说我来做什么训练，反而是我来到这个地方，从迦南教会学习到非常多的功课。因为我在理想，我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将来的教会要改变体质，要更新，一定要从服事、从真理的造就2方面同时做起。在这个当中，如果只有真理的造就，而没有实践的内容，那这个教会只是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教会。但是我看迦南教会在我昨天就把我们的和会手册特别向牧师要求说，能不能一本给我做这个很好的教材，所以我回去就翻了。
在这个当中，我发现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志工的教会。基督教福利会在2005年之前，大概有30年的时间，是一个大家已经都忘掉它是什么东西的一个机构。但是每一次当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机构是在战后美国的教会，因着他们的爱心，在台湾所设立的当时的美元的机构。因为教会这样的爱心，也在美国的国会当中推动通过一个480法案，让政府能够把这些剩余的物资送到很多贫穷的国家。台湾当时是美国托管之地，这个可能有很多人都不大了解。所以在当时，台湾的政府的预算有60%是由美国来支付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很多的美元物资源源不断的来到台湾，执行这个工作的，当时美国的政府就指定由基督教福利会，也就是由美国基督教救助会以及路德会的国际救济会来到台湾所设立的这个机构做执行的单位。所以每一次当我在向人家介绍这个机构，甚至向他们说基督教福利会很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美元的机构呢？你完呢？美元对大家的印象来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单位。那为什么今天还要再募款？因为在战后30年，等到美元终止的时候，把这个美国的教会把这个机构交给台湾的教会，但是台湾的教会当时还是很穷，所以没有办法承担包山包海的救济的工作，所以在30年当中几乎是沉寂无声，甚至变成一个众所遗忘的一个机构。所以2005年，张德谦牧师要我来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碗糕呢？”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机构，他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缘由。所以每一次讲到这个过程的时候，大家都说：“哦，以前我有吃过面粉做的馒头啊，以前我有吃过那个罐头啊，我也穿过那个旧衣服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是台湾社会一个共同在那个年代共同的经验。所以当董事会要我来的时候，来这个机构的时候，我问董事会，特别问张德谦牧师，我能够做什么？他说：“你只要稍微动一下，大家就能够看到你在做了，所以应该是很好做的事。”但是我在分享这个计划的时候，其他的董事都觉得，他一直猛点头，好，我当时觉得，很棒，所有的董事都支持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一个台湾基督教志工中心，让这个基督教志工中心成为整合台湾在救难救灾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我们看到在台湾的教会，其实是很多是各自为政，没有整合，甚至包括我们长老教会总会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缺乏这样的机制。所以我跟张德谦牧师说，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台湾基督教志工中心，让这个志工中心能够成为台湾的帮助，也成为跟国外接轨的一个管道。所以这些董事都觉得很好，所以从2006年我就开始推动志工的训练，但是我们在推动志工训练的时候，不是在附和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法令跟推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基督精兵来成为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教会才能成为一个福音的战斗体。每一个人都成为精兵的时候，我相信就攻无不克。当上帝把这个城市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团队的耶稣基督的精兵，我相信在那个团队当中就能够发挥功效，就能够在那个城市当中让那个城市真的转变。所以我们最近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转化。转化如果
不是从每一个人的装备跟训练开始做起，其实那个转化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这几年当中，很努力的推动这个工作，但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内政部来评鉴，为了一句话，几乎把整个计划跟事工翻盘。因为那些专家说，志愿服务不是社会福利类，不是社会福利的业务，所以把原来好不容易从丁等的机构评鉴丁等的机构，好不容易变成甲等了，但是为了这个志愿服务志工的训练它不是社会福利的业务，所以就变成乙等降等。问题是什么？我跟他们说，这个训练下来就是要帮助很多弱势的族群，在教会以教会的志工为题，然后在社区在社会当中做很好的工作，也是做社会福利所以只是间接服务跟直接服务的这种不同的立场而已。但是那些评审委员，有一些大学的社会工作系的主任，他们不认同这样的，所以就分数打得非常的低，以至于在董事会的时候，我在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董事就猛点头，对呀，当初我就觉得不妥当，所以我后来还有原来就是不好的意思啦，不好所以在这个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挫折感。他们说这些专家有他们的专业的认知、专业的判断，应该没有错，所以要检讨我们自己，这样做错了吗？感谢主，其中有一个董事，信义会的会督，是从台大社工系毕业，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专家有不同的专业的领域，还有不同专业的看见，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想象。但是我们做对的事，我们就继续努力，因为志工训练是用信仰来建造基督徒的生命，让他成为精兵之后，能够在所到之处去服务人。所以在志工训练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叫做“人人皆祭司，人人做志工”。因为祭司本来就是为百姓献祭，让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和好。所以祭司他献祭的角色是一个中介的角色，是一个中保者的角色，但他没有办法保我们。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是一个中介的角色，是一个服务的角色，服务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亲近上帝。所以祭司的角色是帮助他借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授权，告诉他你的献祭得蒙上帝的喜悦，你的罪赦了。当然这个后面那句话祭司不敢讲的，所以目的是你的罪赦了，让你跟上帝的关系可以重新和好。所以祭司的角色是一个服务的角色，让人看见上帝，得以亲近上帝。但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透过装备训练，让我们知道怎么在我们所到之处去服务别人，而这个服务是有品质的，让这个服务成为有果效的，让他们从我们的服务当中去看见上帝的爱，看见上帝的爱，所以就直接的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只带到你的面前，带到教会的面前，更重要的是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跟上帝的关系得以建立。所以他这跟社会的志工训练是不一样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当然就影响到它的内容也必然不一样。在昨天分享当中，我告诉大家这些志工说，我们的志工在这从事志工的时候有3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是功德论，我们都知道这是佛教的团体他们所主张的。第二个论点是社会互助论，就是社会工作者这些社会学家所说的。但是从基督徒的立点来讲，它是一个责任论。昨天郑牧师特别也用这一段来教导这些弟兄姐妹，是责任。
是义务的，是义不容辞的，是上帝的命令。既然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义务的行动，是一个负责任的行动。那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我们更应该从事这样的装备。所以曾牧师跟几位牧长跟我说，我们一共有200-300个志工，这让我非常的惊讶。一个教会有200-300个志工，在社区、在教会当中做各样不同的服事。我昨天特别从和会手册看到那个志工的服事的项目，哇，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明天下个礼拜这些志工要填那个表格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哇，跟我们的那个分类的方式非常的接近，有不同的思考，但是里面的内容是很相近的。唯有这样，才能让不同的需要的人，因着我们的服事而得到满足。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我相信迦南教会能够带给台湾的教会一个非常好的典范，让很多的教会从我们的努力，从我们的服事当中得到学习而得到帮助。阿们。今天我所讲的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每一个人都很熟，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这个讲论的当中，我想要跟各位来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教法师在问耶稣基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永生？永生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中，永生这问题存在，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个教法师就问：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想得到永生的？我相信没有。但是永生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论点。有很多人说，永生是我死后的时候能够上天堂，我死后就上天堂。但是实际上，永生的意思不是只是死后才上天堂，而是让上帝的国在地如同在哪里？在天。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实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天国就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永生它不是只有在死后得到那种永远的生命，其实永远的生命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那个永生追根究底来讲，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与上帝同住，与上帝同住，与上帝同行，与上帝同行。所以这个教法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没有给他答案。他问教法师说：“你读的圣经怎么记载？”像我们的学生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问：“懂不懂？懂？知道不知道？知道。”所以主耶稣问这个教法师：“你所读的那本书，你读的律法书，你在教律法那本律法书怎么记载有关永生的部分？而且你读的怎么样？你读的是一回事，你读的怎么样又了解就另外一回事。”所以耶稣问这2个问题，这个教法师没有回答，说不过去，因为他的徒子徒孙都在他的身边，他们要来试探耶稣的。所以耶稣反问回来的时候，他如果不回答，他如果要回答，可能会跟他说：“哦，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对不对？不然你问干嘛？就是因为不知道才要问你。”但是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想会有什么后果吗？原来他教导的人会说：“连这么根本的问题，我们的老师都不晓得，他在问一个乡野人士。”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当时虽然很出名，但是不是正统的拉比的派系下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不回答不行，所以他只好说圣经里面的记载，你要怎么样？一起念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哦，耶稣给他200分。为什么200分？你知道吗？因为他告诉他问说：“我要怎么得到永生？”耶稣问2个问题，对不对？第一个，他答得怎么样？很对。耶稣说：“哦，你答得很对，答的是就是100分啊，满分呢。你所读的圣经的记载，你背得很熟，100分。按你要的100分，你要问我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耶稣说：“你照这样行就对了。”这个对也是100分。你如果照这样做，你所要的那个永生之道、永生的这个盼望、永生的确据，你就可以得到了。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个教法师，永生听来、背来都很容易，我们都会背，对不对？刚才我们都会背，但是重点不是只有在知道，重点在哪里？在实践。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永生，不是追求在死后到天堂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在世上的时候，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上帝的交代有没有回应？对人有没有达到那个帮助人、让人因我得福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永生听来容易，但是重点是在实践。所以一个教会有没有活力，其实从教会里面那种实践的表现，可以完全看得出来。那第二个，就是知跟行的落差。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当中，知道跟行动其实是有落差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认识主耶稣，我们知道有主耶稣，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结重不重要？重要。知道跟连结是2回事。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说啊，我昨天碰到那个贝多芬另外一个说，哦，你碰到贝多，我碰到巴哈他们都知道巴哈，也知道贝多芬，但是他们其实只是从很多的面向去发现他，但是跟他的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那个关系的建立，不是只有建立在知道，而是在建立的关系的上面。如果没有关系，那你就没有办法跟主耶稣基督有任何的连结，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那个枝子如果没有连在葡萄树上，那个枝子是无法结果子的，无法结果子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是死的。所以在哥林多，我们刚才所读的启应文第38篇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讯。所以那首歌我们都很熟，爱的什么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唱过之后如何？是不是唱过之后回到家里就恶脸相向？对待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恶脸相向。所以在这个当中，那个是了解是一回事，会背是一回事，这个知跟行为有落差的时候怎么办？其实在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我很喜欢另外一个经节是哥林多前书12章最后一节。他说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恩赐，对不对？很多的恩赐，但是讲到最末一节的时候，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什么东西？最大的恩赐，也是最重要的恩赐。然后再接着第13章讲到爱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很喜欢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1节跟第2节。他说：“如果我会讲天使跟万国的语言，但是如果没有爱，我就成为响的锣，
明得罗，想得拔。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是认知跟你的诚心，实践是从你的心出发的。但是你即使有行动，因为第2节讲到行动咯，即使你愿意奉献自己，成为烧祭、献祭，让自己让火烧回，就是献祭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爱，其实什么都没有益处。有行动，但是为什么没有益处呢？因为没有真正的内在的那个生命，所以你只是做一个形式上的外在的外表，在那个外表当中，很容易被识破，而且很可能成为福音的拦阻。所以有时候装假，装到最后就露出破绽。所以从永生之道一直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到，那个落差，了解到这个落差，我们就要怎么去弥补这个落差。接着，这个教法师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很不甘愿，因为被耶稣问了2个问题，然后又被他讲了说：“哦，你答得很好，哇，那个高下怎么样？立判，高下立判。”所以他又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居？谁是我的邻居？”这2个考试的题目耶稣都没有正面的回应。耶稣就跟教法师说：“撒玛利亚人，其实不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是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的故事。”所以这边被打个半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有3个，耶稣在告诉这个教法师3个他的内在的冲突，他外在的冲突。所以第一个冲突是什么？是告诉他族群的冲突，或是在他本身那个社群的不一定是族群，社群的冲突。他说那个被打个半死、丢在路边的那个人，第一个人什么人从那边经过？祭司。祭司是谁？祭司是在圣殿来服侍上帝的，但是这个祭司从旁边就绕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服侍上帝。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又流血，所以他如果去摸到他，圣经里面《生命记》服侍的一个教训里面告诉他说，你如果摸到血的话就不洁净，所以要怎么样？要斋戒沐浴1个礼拜，才能够回到圣殿。他一年的当中24班的这样的轮值的祭司他如果摸了回去1个礼拜，赶到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已经被取代了。所以服侍上帝很重要，服侍上帝很重要，所以他宁可服侍上帝，也不敢去照顾这个人，所以他绕过去。第2个是什么人？利未人。这个利未人跟祭司有没有关系？有，因为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成为什么？才可以成为祭司。上帝交代利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什么责任？要教导他的百姓认识上帝的诫命、律典章，让这些百姓能够行在上帝的真道当中，行在上帝的道中。所以利未人也可能就是在问耶稣基督的这个人，什么人？教法师教律法的老师。所以这3个角色，这前面这2个角色，对利未人来讲，他的冲击大不大？你都在说我你都在说我。其实主耶稣今天也在告诉我们说，他问你的时候，谁是这个被打个半死的人的邻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奉那个教导人来服侍上帝，或是自己要服侍上帝重要呢，还是去助人重要？所以他这第3个，他讲的撒玛利亚人那个冲突性更大，因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一直都是怎么样？都是杂种因为他们觉得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些
一部分的以色列人留下来，跟推罗西顿的人联婚。他们自觉的，我是犹太人，我是以色列的百姓，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这些从被掳之地回来的这些比较高阶的这些犹太人，非常歧视、轻看撒玛利亚人。我们从一个故事就可以知道这个严重性。耶稣有一次跟学生进入到撒玛利亚的境界，在井边碰到谁？一个妇人，有没有？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啊，请你给我一杯水喝好不好？”这个妇人说：“你怎么向我要水喝？你们犹太人跟我们的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怎么样？不相往来啊！为什么不相往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歧视，一个族群的歧视在内，所以互不相往来。但是耶稣这个故事你们回去再看，但是耶稣却用这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认为很糟糕的一个族群、一个社群，然后用这样的比喻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人就动了慈心，有没有？然后就下了他的驴子，然后把那个受伤的人包裹好，然后怎么样？扶他上驴子，牵着驴子到客店，然后就又拿钱给客店的老板，要他好好的照顾他，如果不够的，我回来怎么样？再还你。所以你看，他用这样的3个人，从那个很需要帮助的人身边经过，却用了2个跟教法师身份相仿的对象，用了一个是有以色列人最讨厌、最瞧不起的人，来成为那个帮助的受助者的人。有没有冲突？有它的冲突性。第二个，礼俗的冲突，在圣经里面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上圣殿，要敬拜上帝，你就要怎么样？要洁净。洁净是很重要的，要亲近上帝，我们要有清洁的心。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要有清洁的心，让我们能够跟上帝有密切的连结。但是另外一个，那个被打个半死人，他流血了，那个是污秽。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圣洁跟污秽的冲突。所以这2个人，利未人跟祭司，为什么从旁边绕过去呢？因为在这个冲突的当中，他觉得我服侍上帝比帮助那个人重要，所以把那个人当成污秽。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体会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心意而行出来的行动，那是圣洁的行动。所谓的污秽，不是从形式上所看来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主耶稣告诉这些学生说：“你们不要说我要服侍上帝，我已经把钱放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奉献箱里面了，所以我不必怎么样养我的、照顾我的父母。”有没有这一段？有。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已经服侍上帝了，就可以把我应尽的责任，对人的帮助的这种责任，把它忽略掉。不要以为我已经服侍那个最重要的了，而把那个次等的轻忽掉。在永生之道里面，要爱神。第二个怎么样？要爱人。里面一个说，这个最大的诫命，另一个也相仿。相仿，其实在原文当中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是相等的。在那个相等的当中，你爱上帝却不爱人，那是不对的。所以在那个当中有那种圣跟俗的分别。我们的教会基督徒常常世俗人，世俗的人好像讲别人世俗人自己就怎么样？是神圣的百姓，对不对？好像就高他们一等。当我听到昨天我从那个我们的社区干事听到说，
我们有做街友。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台北市的联系汇报的时候，那个社工科的科长就知道哦，陈牧师哇，那他接得很亲切，他住在桃园。我告诉他有机会要上教会哦，他说哎会，以前我小时候都在教会，啊我交谈甚欢，所以就跟我说，牧师，我们有一个业务很棒，经费很多，你要不要做？我们可以委托你做吗？请你来帮助我们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有什么业务我们可以做的话，我们就来做。还好我讲那句话，因为他说，我问他说那是什么业务？他说街友。因为我当初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第1年、第2年要做这个工作，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人在哪里都不晓得，资源在哪里有政府资源没有错，但是没有人就没有办法办事。说啊，对不起，我们刚刚起步，重新整顿，重新要开业，所以还没有稳定之前不敢做。事实上，这个工作这个议题重不重要？很重要。形成街友的很多的因素，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就特别去找了很多有关街友的一些资料，有很多的社会的因素、心理的因素、精神上的因素，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这些人陷入多重的困顿当中的人，怎么去帮助他们？这个除非有很大的爱心，是很困难帮助他们的。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找到我说：“陈牧师，我们那个美国那个基金会他说你可以去租一块地，然后盖一栋房子，然后让这些街友全部住在那边，然后那一块地就让他们种一种还可以卖。但是我跟他说，如果街友能够有这样的收容的地方，有土地可以种，就能够解决问题。那这个问题太怎么样？太简单了。所以我们的教会能够做这样的工作，而又很有技巧的去带领这些街友能够去做社会服务。我相信这是一个上帝的爱催逼我们，变成一个新的典范，让他们觉得我还是有用，不是就到处流浪。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照顾他们。即使我在台北的时候，那个大道城教会有一群街友，每一个礼拜6都在那个地方聚会吃饭，有很多人就说：“哎呦，怎么样？都没有洗澡，好臭哦。”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把人跟他的关系就怎么样拉开了。你知道吗？在万里有一个乐山院，大家知道吗？631，那个戴仁寿医师在创办那个麻风病院的时候，他的太太为了要照顾这些麻风病人，他知道如果他生了孩子在这样环境呢是不好的，所以为了要照顾这些麻风病的人，他的太太去把子宫手术掉，拿掉。当时大概没有什么结扎的比较简单的方式，所以就把整个子宫拿掉，在那个地方照顾那些病人，大家都不敢去照顾他，因为那个会有一部分是传染性的。但是戴仁寿医师跟他的太太却抱着这些麻风病人，帮助他们，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带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希望。所以污秽跟圣洁，你怎么去对比？抱着那些会传染疾病给你的人，污秽吗？它反而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老底嘉教会看到这种形式跟实质的教训。不冷不热，主耶稣说：“我宁可把你吐出去。”所以在这个当中，不冷不热，什么原因？他说：“你看来是富足，其实是怎么样？是贫穷。你看来是好像都有，其实是怎么样？一无所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成为他的使徒，我们只是重在那个形式吗？还是实质更重要？
所以在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在帮助这个被打个半死的人当中，主耶稣在告诉他，从礼俗当中，从圣经的教训当中，你要去怎么取得一个平衡，让他知道哪一个才是圣洁的行动，不是为了要服侍上帝，服侍上帝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从服侍人的身上来见证你的爱，你怎么证明你是爱上帝的？这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你如果不能爱能够看到的弟兄，你怎么能够证明你爱上帝呢？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冲突是在这个例子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冲突，也让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思考。第三个冲突是什么？角色跟立场的冲突。常常我们都是会陷入在像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是一个本位主义者。嘿，我就是应该这样，我就是应该这样。但是这是我应该这样，没有体会到那个我应该被上帝来取代。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What did Jesus do？ 有没有 ？WZD。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说，当你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想到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但是这个教法师跟祭司跟利未人，那个从本位主义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当中，那个从本位出发的时候，常常会让自己陷入自以为意。第二个，他在从本位主义的时候，他在做服务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性，就会产生选择、比较跟选择。所以这个人不重要，我不帮助他；这个人看起来不可爱，我不帮助他。所以可爱的人，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孩子啊，你知道吗？你面带笑容哦，看起来比较可爱。”啊，我的孩子就问我说：“爸，如果我没有在笑的时候哦，你就不爱我了吗？”当然，我们常常从外在觉得这个比较好，比较可爱，比较好亲近，但是有很多的时候，用更多的同理心去帮助他。你是不是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如何？你是不是今天很不舒服？你是不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发烧？如何等等之类的？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帮助一个没有笑容的人，可能会让他觉得很窝心，笑在心里，即使口难开也没关系，我们就越尽心去爱他。所以今天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是需要的主义。本位主义是前面两个人，那个需要的主义是让人因我得福，让别人因我得福。撒玛利亚人做的这件事情是从需要出发，他所做的事情跟教法师回答耶稣的永生之道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第一个，他说他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怎么样？他有付诸行动，所以他尽心了，有没有？第二个，他尽力了，透过他可能某一部分的专业或是基本的常识，他下来把他的伤口怎么样？清干净，有没有？然后把它包扎好，包扎好，有没有尽力？尽力。所以尽力是要有方法的，你使力要有方法，不是空拳，打空气。所以在这个当中，第三个，他有没有尽性？性代表一个人的位格。当他骑在驴子上面的时候，他是驴子的什么？的主人呢？但是当他牵着驴子，让这个被打个半死人骑在驴子上的时候，他的角色变成什么？仆人，尽性。他为了爱人的缘故，他改变他的位格，从主人的角色
自我的角色变成怎么样？利他的角色，变成仆人的角色，帮助人的角色。第四个，他尽心，尽意，他尽意。所以到客店的时候，拿钱给那个房东、旅店的主人说：“啊，如果不够了，我回来还要怎么样？还要再还给你。”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到，主耶稣在讲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其实在告诉他，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就是永生之道，获得永生的一个不二的法门。他这样做就是爱上帝，同时也怎么样，也爱人。所以爱上帝跟爱人是没有办法分割开来的。但在本位主义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经验。我在基督教福利会，我常常跟一些同工啊或者牧长说：“能不能让福利会到教会募款？”他们第一个问题说：“哦，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基督教福利会是长老教会属下的单位嘛，所以没问题，应该可以。我回去跟小慧讲。”不知道郑牧师有没有讲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不过你知道有很多的牧长就跟了，但是我跟他说：“不是呢，对不起，那个福利会不是长老教会属下的机构。”他还没有听后面的，他说：“那就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但是我跟他说：“属上的机构可以不可以？”他说：“什么属上的机构？”原来这个机构是由15个教派，在战后美援的时代那个基督教福利会，当时那个美国的那个主任最大，但是所有台湾的教会的领袖，这些主教啦、会督啦、总干事啦、秘书长啊，形成一个叫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也有主席，没有错，负责分发救济物资的，每一个教派都派一个代表来，形成这样，所以他们有会员大会，财团法的还有会员大会，你听过吗？所以在这当中很奇怪的一个组织的形态。但是战后那个物资停止之后，从38个头跑掉剩下几个？剩下11个，287个同工，专业同工，在当时是台湾 No.1 的一个社福的机构，最大的社福机构，在1年之间从287个变成7个，因为没有钱可以发薪水，没有物资可以发放，变成7个。第2年变成3个，第3年结束的时候变成2个。其实2个是董事长兼主任。董事长是某一个教派的领袖，所以他的秘书兼任福利会的助理，挂名字报给内政部。有没有人？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到后来，因为还有一栋房子在，所以有11个教派，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他们走了我们就倒了。所以11个教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教派？长老教会。因为长老教会在发面粉、发奶油救济的时代，全台湾总共有400多个、430几个那个发放的点，由各教会来发放。长老教会占几个？你们知道吗？长老教会占370个，有370间的教会参与这样的行动。所以后来这个机构11个，到后来变成增加一点点到15个机构，就形成现在的董事会。所以它是由这些各教派联合起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谁？我们不是说我们最重要，所以我们很趾高气扬，不是，我们成为众教会的仆人。其实长老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样一个机构里面，我常常跟张德谦牧师说：你如果不支持这样的事工，你就不要做董事长。这个很没有礼貌，对不对？但是我的前提是，因为你如果不支持这样子，没有办法有很稳定的一个立场，那你不要当董事长，我也不能当执行长，因为董事长提名
执行长，所以你不当，我也不必当啊。而且我们的财务董事是那个正加班的一个牧师，所以他也不要当财务董事，因为4个重要的角色，长老教会占3个，董事长、财务董事还有执行长，剩下一个事工组组长。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在那个单位里面，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单位，成为众教会的帮助。所以当我向郑牧师提出要求的时候，郑牧师非常的让我也吓一跳，怎么没有那个本位主义的出现呢？就说好啊，来啊，来啊，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教会，即使郑牧师不知道，这个史上单位是这样的单位，但是我们的教会，我相信从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现象，从这样同心合力为爱子的缘故，在这个地为了得到这个城市的缘故，我们都愿意付出。我也非常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让这个机构从这样的萎靡不振的情况之下，能够重新站立，成为众人的帮助，成为众教会的帮助。目前在福利会在5年来，大概训练了大概有3000多位的志工了。今年开始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叫做333社区长者的照顾的专案。那资源有的教会就组织起来做这个工作，没有资源的教会就有资源的教会也一点来帮助他。但是福利会在这个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在招募一些食品公司、一些相关的产业，然后开始在做。红十字会台中红十字会那个食物银行的经理是一个牧师，从美国回来的牧师，他很高兴的跟我说：“牧师，如果志工成立之后，志工队成立之后，你就告诉我，我们可以从台中免费把物资寄到那些需要的教会去。所以这些志工就可以成为教会很重要的资源啊！而且在3000多位的志工当中，有300多位是非基督徒。但他们参加训练之后，他们觉得，哎呀，还是基督教好。我相信这是一个传福音的管道。另外大概有接近1000个人是非长老教会的。换一句话，我们长老教会本身从这样的训练当中得到帮助的，大概有将近2000个人。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样的工作，能够带动众教会。不但是每一个教会能够从志工来得到帮助，也促进整个教派基督教会的合一，让这一个超然的机构能够让它合一起来。我相信这是一个上帝的美意，所以也愿大家从这样的服事过程当中，一起来帮助这样的一个以前这样的机构，在今天重新站立起来，让这样的一个机构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的教会所做的一切的服事，更加的荣神耀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你的精兵，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看见果效，让我们的服事能够影响别人，也让我们的服事成为让人跟你建立关系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特别束缚在家人教会所有的牧长、同工、长职，在这个教会能够带动成为众教会的典范，让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形态能够激化众教会，也朝这样的目标来努力。让教会的体质得以改变，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得到圣灵的充满，更有力气为主你做圣善的工。所以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分享跟机会，让我们同心为你的缘故征战，为你的缘故来照顾我们身边需要的人。求主你让我们成为今天的好的撒玛利亚人一份子。我们这样祷告，靠主。